近日啦，3月28日下午2點20分香港嘅時間，緬甸咧發生咗7.9級嘅地震，鄰近地區亦都出現喎。餘震嘅深度咧約80公里，強烈嘅震動震到好多嘅地區，包括啦泰國嘅北部啦。根據最新嘅報導，呢一次地震咧已經造成超過2000人嘅死亡喎，大量嘅建築倒塌，部分嘅道路亦都受到損壞，影響到當地嘅居民同埋旅客嘅安全。香港嘅保安局咧已經對泰國咧發出黃色嘅外遊警示喎，代表住咧當地潛在風險，旅遊需要提高警覺，密切留意最新嘅情況。咁問題嚟啦，依家先嚟買保險，仲有冇保障嘅呢？今集 Supermom 咧就為大家拆解最新嘅旅遊保險保障嘅詳情，仲會送上5大嘅索償 tips， 等大家出發前做足準備，萬一有事嘅時候知道點樣保障自己。咁記得睇到最後啦！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哋嘅 channel， 仲要撳埋個鈴鈴，咁第一時間咧就會睇到我哋嘅新片㗎啦。最新消息就指地震已經導致多處嘅建築物受損，部分嘅地區通訊電力嘅供應受到影響。當地嘅政府正全力展開救援嘅工作。此外餘震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身處喺泰國或者計劃前往當地嘅旅客要密切留意關注呢個情況，提高警覺，確保自身嘅安全。目前香港嘅保安局已經對泰國發出黃色嘅外遊警示，提醒大家計劃前往泰國需要特別要留意安全嘅情況。黃色警示係代表住當地仍然潛在呢個風險，但旅遊嘅活動仍然可以進行嘅。咁究竟我而家先嚟買旅遊保險又保唔保嘅呢？建議你即刻快啲去買嘅，因為現時泰國只係屬於黃色嘅外遊警示，旅遊保險嘅條款係仍然生效嘅。醫療啦、人壽意外啦同埋個人嘅財物都係受到保障嘅，所以當你計劃好行程，唔該你快啲即刻去買旅遊保險啦，因為一買咗，直至到你起飛之前都係有保障嘅。但係如果因應呢個黃色嘅旅遊警示，你自行取消呢個旅程保險係唔受保嘅。而且有關3月28號呢個緬甸地震先嚟買呢個旅遊保險因為地震已經發生咗啦嘛，後邊若果有餘震而有餘震嘅影響係唔受保嘅。但係若果買咗旅遊保險之後，而家去泰國仍然係黃色嘅旅遊警示，之後改成紅色或者黑色嘅旅遊警示，取消行程咁你就可以獲得部分或者全部嘅索償啦。黑色嘅外遊警示不可退還嘅按金或者費用可以獲得100%賠償。紅色嘅外遊警示不可退還嘅按金或者費用可以獲到50%嘅賠償嘅。而且旅程開始前7日內罷工啦、暴亂啦、民眾騷亂啦、恐怖主義嘅襲擊活動挾持活動自然災難或者惡劣嘅天氣，甚至乎你間屋着咗火啦，俾人爆竊啦，都可以賠償得到不可退還嘅按金或者費用。包括啲咩包括你嘅飛機票啦、酒店錢啦，同埋你買咗啲 concert 嗰啲演唱會門票啦。當然啦，每份旅保都會有上限嘅，按投保佢嘅級別而定嘅，由25000到10萬蚊不等嘅。究竟我需要買啲咩級別嘅旅遊保險呢？咁呢個視乎你嘅旅費有幾多錢，你去邊度啦。咁你個旅費越貴，就決定咗你份旅遊保險買啲咩級別啦。一般嘅情況我都會叫朋友仔投保至少係中等級別以上嘅，起碼能夠保障每一位客人可以索償嘅旅費係可以5萬之內啦。當然啦，如果你要去睇北極光啦，一啲好昂貴嘅旅遊咁就需要買昂貴啲嘅級別啦。咁呢個旅遊保險可以保到你10萬嘅旅費嘅，但係要特別注意如果真係要取消呢個旅遊好似啲地震呢啲不幸嘅情況梗係第一時間問下我哋先啦。萬一需要旅保嘅索償，咁究竟要點做㗎？當然第一時間通知你哋嘅代理人。一個貼心又窩心嘅代理人係非常之重要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通常發生意外啦，大多數喺咩時間就係深夜時間。咁你揾邊個幫你呢？如果你冇一個貼心嘅代理人，有機會你手忙腳亂，亦都唔知點算好。如果你通知咗我哋就會教你成個索償嘅程序 step by step， 就唔會話做漏咗某一樣嘢唔賠啦。
第二，記得保留好你嘅登機證，證明咧你係香港出發啦、回程嘅日期啦。第三，如果咧你要索償醫療嘅費用，記得保留好你嘅醫療證明、你嘅醫療報告、你嘅住院啦、你嘅醫療收據。第四，如果咧係旅程延誤或者你要更改行程嘅索償啦，記得啦去機場問翻航空公司去拎翻咧延誤呢個航班嘅證明，同埋咧保留咧你額外衍生嘅住宿費用啦、膳食啦、交通費呢一啲等等嘅收據喎。第五啦，如果真係唔好彩要取消呢個行程啦，記得穩定預訂嘅旅程嘅收據同埋酒店啦、旅行社、航空公司發出嘅退款證明 ，email 都接受嘅。集齊呢一啲文件，再填妥埋呢個索償嘅表格，交俾索償部，大概咧2星期度就批出呢個賠償㗎啦。建議啦，近期計劃前往泰國嘅旅客，出發之前務必真係要了解當地嘅新聞同埋旅遊嘅警示，確保你能夠掌握最新嘅全新嘅資訊。同時啦，仔細咧去睇下呢啲保險嘅條款啦，了解下呢個保障範圍，以免啦真係發生呢啲情況嘅時候措手不及。亦都建議咧去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確認呢個行程嘅安排，確保咧你個旅程可以順順利利。想唔想去旅行有貼身嘅保護咧？萬一索償嘅時候有人咧幫你跟足索償嘅程序咧，可以喺 info box 嗰度 WhatsApp 我哋，或者致電91060898，我哋幫到你，仲可以用更平嘅保費買到更全面嘅保障喎。記得 CLS 呢條片俾其他朋友仔知多啲，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仲要撳埋個鈴鈴。下集咧再同大家分享咧保險嘅冷知識，下集見，拜拜。